你有冇試過同朋友傾偈？你話呢盤生意3年後會爆，佢答你：喂，今個月先搞清楚條數先啦。呢一刻你會懷疑你哋係咪會喺唔同嘅世界度呢？呢個就係 MBTI 嘅 S 同埋 N。S 咧就比較實感，偏向依靠當下眼前數據；N 咧就比較直覺，偏向睇長遠背後嘅可能性。但留意，S 同埋 N 係冇高低之分，而係你睇呢個世界嘅角度，好似食飯咁。S 人就會話呢間餐廳上次食過幾好味，今日再去啦。N 人就會話不如試下新餐廳啦，話唔定會發現新嘅驚喜。S 人就會專注今日有啲乜嘢做到。N 人就會經常問如果咁會點呢？好多人成日以為 S 等於實際， N 等於空想。錯啊！事實係 S 幫到你落地執行， N 幫到你突破框架。真正嘅高手唔係死手一面，而係識得用 N 去構想， S 去落實，先至可以將夢想實現。所以 N 同埋 S 咧就唔係敵人嚟嘅，而係你思考世界嘅兩種鏡頭。問題係你覺得自己更加成日用邊個鏡頭去睇世界呢？留言話俾我知。